就開始啊！係開始。係啦，咁今日咧，我哋主要講兩個課題。第一個咧，我哋講呢個私家路管理嘅；第二個咧，就係講翻咧，我哋喺一啲事件報告，我哋寫嘅方式同埋寫嘅技巧係點樣寫法啊？好啦，嗱，我哋講咗私家路管理啊，咁樣嗱，私家路管理咧，其實最主要咧係俾大家想認識有兩樣嘢嘅。第一咧就係呢個香港法例啦，第374，香港法例第374。咁第二樣嘢咧就係有關鎖車同埋拖車嘅程序係點樣做啊？好啦，嗱，其實咧我哋咧做交通或者喺私家道路嚟做咧，我哋主要咧就係去根據翻香港法例啊。374係乜嘢法例咧？係香港交通條例裏邊，其中有關係私家道路嘅裏邊其中一項嚟嘅。所以咧，如果咧譬如話，喂，大家喺呢個屋苑裏邊，如果本身裏邊係有停車場、有車路的話咧，當有車輛進入呢個屋苑範圍，喺個門口，即係個入口一進入嚟呢個屋苑嗰個範圍咧，其實所有裏邊嘅範圍都係一個咩啊？係一個私家路嚟嘅。私家路咧，即係話咩咧？佢係根據你哋去管理任何嘅車輛，包括啲車點樣行啊，泊邊度啊，邊度係禁區啊。其實咧係所有呢啲咁嘅私家道路咧，都係會授權俾你哋去管理嘅。而授權當然啦，根據管理處佢有咁嘅權力，係俾咗你哋去負責去執行呢樣嘢嘅。OK， 咁呢個就係私家道路管理。好啦。嗱，私家道路我哋其中一樣嘢咧講到就係話，當如果車輛入到去呢個屋苑裏邊，所有嘅交通道路基本上咧，你都會見到有一般嘅道路標誌或者係呢個地面嘅標誌嘅。而道路標誌地面嘅標誌咧、標記咧，都係因應翻呢個香港法例，即係呢一個嘅運輸署嘅規例去設計嘅。同出邊坊間嘅一啲公共道路嗰個設計上咧，其實都係大無小異嘅啫。嗰啲咁嘅設計模樣。好啦，咁另外咧，我哋係根據乜嘢權力可以將一個車輛咧去移走嘅咧？咁一般咧，我哋只會係因應兩樣嘢咧，我哋先至可以有權將車輛咧移走嘅。當然嗰部車輛咧，一定係泊咗一啲係不合法嘅車位啦，又或者泊咗一啲非法嘅道路而引致到交通阻塞啦。好啦，咩情形咧？第一個，車輛冇人看守嘅，而司機咧而不知所蹤，即係話嗰一刻你見到部車，喂，擺咗喺一個非合法車位，或者擺喺條路嗰度。而引致到咧係其他嘅車輛阻塞或者唔方便嘅，喺個情況咧，其實我哋已經係可以根據頭先正話所講咧，可以鎖車。好啦，第二咧就係已經要求個司機移開架車啦，但係司機咧就唔能夠將架車移離喎，或者拒絕去移離喎，即係好簡單，即係話喂，個司機唔合作，已經通知佢勸喻佢啦。警告佢啦，咁佢都唔將架車駛走嘅。喺個情況咧，其實根據權力都會可以鎖車嘅。不過咧，我哋記住，我哋嘅層面咧，我哋盡量費事咧，即係引起不必要嘅爭拗。盡量咧，如果係有人喺個即係架車有人，即係有司機喺度咧，我哋盡量都係勸佢去揸走嘅啫。離開。好啦，咁跟住咧，我哋亦都會見到啦，即係本身咧，即係話屋苑裏邊亦都有好多嘅一啲嘅違例警告嘅標誌啦，違例警告標誌啦，咁正話我所講啦，即係話運輸署可能列明嘅有關私家道路如果你係非法泊車
可能咧就會將你架車去扣押啊，甚至乎鎖車啊、拖車啊等等呢啲咁嘅程序嘅。咁亦都會啦即係有啲道路啦，特別啦即係一啲繁忙道路，佢會註明啦，有啲路牌寫住喺一啲嘅鎖車地帶添即係話唔俾人哋係可以隨時泊低嘅。好啦，嗱，我哋亦都見到啦，即係話我哋用嘅鎖車器，嗱，其實鎖車器有各式各樣嘅，但係咧，我哋必須係使用咩咧？係使用運輸署規定嘅、批准嘅一啲嘅鎖車器。嗱，呢啲一般呢啲咁嘅鎖車器咧，其實都會由管理處嗰邊已經向運輸署申請咗嘅，咁你先至會攞嗰啲鎖車器嚟去鎖車嘅啫。但一般咧，記住我哋千祈唔好咧私下或者貪方便可能揾啲例如一啲嘅單車鏈啊，一啲求其一啲嘅鎖鏈鐵鏈去鎖人哋嘅車。咁呢啲咁嘅情況咧，即係話咩咧？其實你係非法鎖車，你唔合法嘅咁留意翻啦。唔係即係話唔係求其揾條鏈咁鎖住架車咁當鎖車所以我哋係必須要根據嗰個鎖車嗰個要求。好啦，咁另外啦，當然啦，有啲車輛咧，我哋會豁免嘅，即係話睇佢咩情況點解我哋係唔會鎖車咧？例如本身真係嗰架車有故障，嗰架車嘅車頭都壞咗咯，咁冇理由你要夾硬要人哋揸走嘅，人哋都揸唔到啦，係咪？因為壞車啊嘛。好啦，咁另外啦，如果係一啲嘅政府車輛啦例如一啲咩咧，消防車、救護警車、海關嗰類啦甚至乎人車嗰啲咧，如果本身佢係咧執行職務嘅執行職務嗰陣時咧，其實我哋基本上咧都唔會話去刻意去鎖車嘅。咁如果真係執行職務入到個屋苑嘅，基本上佢都應該會擺翻啲適當嘅位置亦都唔會話阻住其他車輛出入嘅地方嘅咁呢啲我哋要留意下啦好啦，而另外啦，有啲車當然如果係管理處係批准嘅，係許可嘅俾佢暫時或者可以停泊住某啲位置方便佢嘅咁有時譬如有啲活動有啲event臨時有啲道路可能會多咗一啲 VIP 嘅車嚟，咁佢可能會特定指定某啲位置俾呢啲車擺喺度啦咁樣。咁我哋當然都唔會鎖車啦呢啲咁嘅特別嘅情況係啦，認可嘅車輛。好啦，咁另外啦，我哋知道咧一樣嘢咧，就有關鎖車現行嘅鎖車嗰個違例嘅收費係點咧？其實一般嚟講咧，其實已經係差唔多可以話有成唔知幾多年前嘅啦幾廿年前到而家今時今日仲未修改嘅嗰個費用係非常之即係如果今日嘅市價嚟講咧，非常之低。因為咧，如果你鎖車咧，而對方司機要求係解鎖的話咧，其實只需要320蚊嗰個即係罰則320蚊。好啦，如果需要拖車的話咧，我哋正話講過，有機會如果架車泊喺一啲好主要嘅道路，造成真係非常嚴重擠塞嘅咧，我哋真係甚至乎係可以去拖佢車添。但係拖車費咧，亦都係歸嗰個肇事嗰個司機去俾錢㗎啦。但係只不過個拖車費今時今日嚟講都係收350蚊嘅啫好啦，拖完車而個司機不知所蹤嘅，仍然冇翻嚟去認領佢部車嘅，去繳交罰款嘅，基本上咧亦都可以咧，每日都計翻佢個存放費嘅，每日存放費320蚊320蚊都會計翻佢嘅OK， 好啦，咁另外啦，當然啦，喺度咧就另外想講翻少少有關真係我哋執行呢個即係鎖車程序會有啲咩要求咁留意翻啫俾大家。咁唔知大家有冇咧即係做過呢個動作喺出邊或者你之前咧曾經係鎖過車嘅，有冇試過？有試過係嘛？好啦，鎖車咧，我哋好多時咧，我哋鎖